热烈歌舞之中，白河林草比木棉花季正式开幕。在开幕这天，台南市长黄伟綽甲民政局长、白河区长以及白河的乡亲共同领开花柜序幕，邀请全国民众来白河赏花。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第10年的我们的木棉花节喽，很高兴过去当初我们张世贤当镇长，还有刘敏珊当镇长，还有许许多多的议员，大家都很关心，把这个木棉花节经营得这么好，那可以说吸引了北中南不管南漂北漂都漂到我们白河来看木棉花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这个花季长达大概1个月左右哦，所以很欢迎大家一起来白河哦，而且还可以去东山喝咖啡，后壁看兰花，白河看木棉花，通通都是非常适合的哦。这条木棉花道也被列为全球10大上水花道，全长将近2公里，花况目前已经开了5成。当天有一游客一透早就来了，纷纷提出手机来翕相。来嘞，一个赞来！木棉道，赞！除了会当赏花，白河区公所也结合周边青农以及商家，在农区市集行销台南的特色景点以及美食。另外，为今仔日开始到3月26号，也有一系列精彩活动，欢迎民众前往景村佚佗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